各位同學，大家好啊！數學補習 Window Sir 嗱，大家期待咗好耐嘅今年最新2025 DSE 數學嘅試題，今日同大家講咧 MC 第23題。嗱，每一年咧第20題打後嗰10零題都係一啲同幾何有關嘅題目嚟嘅，而呢一條咧就考緊 2D 平面三角學嘅。嗱，題目就講啦，呢度有一個嘅四邊形啦，佢就冇講係乜嘢形狀嘅嚇，即係你唔好見到就自己假設佢係一個平行四邊形或者係其他菱形等等啊等等。睇題目嘅條件嗱，跟住就俾啦，呢一抽咧都幾複雜下噶，咩嚟嘅咧？佢就話呢一隻加呢一隻就會等於呢隻同埋呢一隻叫做90度嘅。哦，咁跟住咧，佢就話以下 A、B、C、D 邊啲係啱嘅。嗱，好多同學都好驚噶，見到呢一啲問題，驚嘅地方係乜嘢啊？就係佢冇實際嘅度數同埋邊長，咁你根本無從入手噶，係咪？嗱，今日喺度傳授其中一招，我哋喺 DSE 必用嘅神技就係叫做代入法。我哋自己作啲度數俾佢。譬如呢一隻我叫佢做30，呢一隻叫佢做60。咁你話冇邊長都計唔到喎，得度數係咪啊？唔緊要，邊長我都要作。咁我哋由其中一條邊出發啦。其實邊條邊都冇所謂㗎啦。譬如呢一條我叫佢做1啦。嗱，60度嚟講咧，夾住嘅就係1:2，咁所以我知道呢條叫做2。嗱，跟住運用畢氏定理，或者你中意用 sin 或者用 cos，其實你都出到㗎啦。呢一條係叫做開方沙。嗱，跟住喺右邊呢個三角形，如果呢一隻叫30度咧，咁我哋可以運用 tangent 出到呢一條係叫做3啊。然後畢氏定理或者 sin 或者 cos 你都出到呢條叫做2開方3啊。咁你就所有數字齊晒，跟住餘下落嚟最後一個動作就係幫我將呢啲角代翻落去，將啲邊代翻落去，睇下邊一個選項左邊係等於右邊嘅，咁嗰個就係我哋正確答案啦。咁所以你就會揾得到咧，嗰個答案係叫做 C 嘅，得唔得？嗱，各位同學，如果你哋都想學翻 DSE 數學科最正宗嘅概念、神經同埋思維邏輯嘅話，一定唔能夠錯過我哋嘅數學課程。嗱，中4、中5同學，我哋嘅大考精讀班已經開咗課，歡迎新插班或者直接用全 online video 嘅形式去上堂嘅。另外，我哋喺19同埋20號今個月將會安排一個 one day free course。一天免費課堂，幫大家全面拆解今年2025 DSE 嘅數學科，亦都會即場傳授幾招唔同嘅神技，等大家感受下究竟 DSE 係一個乜嘢嘅氣氛，幫大家及早準備2026同埋27年 DSE 嘅數學科嘅。各位同學，課堂見。